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对。哎，就这里啊。这台啊。这样想也好啊。走，带你去走走。嗯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哦，哦，好，我来。又大力一点，看到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吧。老板，走了，半小时哎。哦，好了，老板，这给你。谢谢老板。你好，看看哦，现烤鱼手烧哦。要什么口味？伯爵奶茶吧。老板一个伯爵奶茶，还有一个原味的，要不要？东西能吃吗？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又再一个，是不是不好吃？好啊，开玩笑。